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其实，在这2、3礼拜发生了真重大的代志，在网络顶头有流传，那么所谓这个相片呢，在这个社团内面，大家互相咧传，甚至传到一般的社交媒体。咱咧讲，网络新出头是无所不至。凊彩互翕相传到网络去，迫害温书成侵害，变做真简单，用砖头日的落去。专家今仔日来教咱安怎来保护家己。那么首先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北市妇幼队警察队警务员张坤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张坤宪。那么第二位，教育部中小学网络素养与认知计划专案经理高君玲。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君玲，大家晚安。那么第三位，职业律师郭依婷。大家安大家好，我是郭依婷律师。那么第四位是东吴大学特学系及人权学程的教授陈耀华。各位观众，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看，这到底什么一回事？如果你不是网络动用者，那么你应该了解这个代志。那么有真多呢，咧算名册的社团，拢会抛一寡向偷翕的这个私密的这个影像。那么这阵就网友呢，就发起拢要来检举甲抵制。不过卫福部嘛鼓励受害者要主动来申诉。那么因才会赶紧要来要求撤销这寡影像。若民间的团体是呼吁讲，恁就要守法，只要有人摕到这个私密的影像的，就要排到刑事责任。涉嫌经常游戏点数诱骗儿童少男少女翕本啊相片，先偌10人一审红判10年的刑期。台办暗号榜事件震惊社会，其实伫网络早就充满各类社团专门散布性私密的影像。关键你拍落去，社团拢是偷翕或流出影像，新闻卡袂着拢上万人，即要照指示输入密码，随缘去看。有网友号召检举来抵制，有人看到朋友伫内底，主动解读好朋友关系。那种外流社团不外乎就是看那些东西嘛，然后很多基本上男生都会想干嘛？这样子解除朋友关系的话，蛮奇怪的，因为每个人的自由。会加朋友应该都是真的是朋友关系，不会到取消朋友关系，但是可能就会有对他有个印象，就是说所以他会去看这些东西哦。未少私密的影像无经过同意，互人翕落来，甚至被散布，经由社团连接到第三方平台。卫福部讲，只用被动来要求影像该摕落来移除，因为这类的网站提供的内容真多元复杂，唔是全部拢违法。若要杜绝影像搁在外流出来，就要靠当事人主动申诉来报案。民众检举，他顶多就是做移除，可是还有 B 还有 C 一直反复有很多要被查，一定是有一个这个犯罪的事证。那犯罪怎么认定？一定是要有被害人。网友们他们好奇，想要窥探意淫的一些心态，然后进去这个社团里面卡载点、卡位。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争取这样子一个条文的立法，无正当理由持有，那就有刑事处罚的规范。对外流出私密的影像是抓袂完，所谓努力联名认为爱对社团的成员落手，即要涉嫌客位持有影像将做加害者，就应该负刑事责任。卫福部也成立性影像集中处理中心，用伫线顶提出申诉了后，将会通知平台来解移除加检警联手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首先节目一开始，咱要讨论进程爱甲观众朋友讲，也许讲你可能唔是对这个网络真熟悉的人，但是你有可能无张无弛，你的手机内面就出现了一寡无应该看的相片，这到底怎样一回事呢？即摆的社会现在变做安尼出头遮多，那真侪时大人讲，哇，这出头真多，这是人心不古啦。但是事实上我会感觉这是时代，每一个时代拢变形。有当时迄阵是安怎？像阮细汉的时阵、少年的时阵，若看到讲，哇，这个某咪这光华商场内面咧卖物件，迄内面嘛有这个偷翕的物件。即摆网络较便利、较方便，
但变做犯罪的工具啊。咱先来看这个图表吼，这图表你看到你真正回啥啥，后用吼 airdrops， 就是用手机啊 airdrop， 当然啊随在伊安尼来送，吼。后无当然无经过同意的这边讲，后迄个用咧游戏的分身 avatar， 踮咧内面安尼共人交刷，后即种，首先我来请教着咱的环境吼，你即摆咧办的案件是接触的案件吼，你甲咱讲即摆到底是这个情形是真严重吗？这头一个，吼，第二个是说大部分是啥物案件、啥物形态？咱先来讲性影像这个部分。其实性影像伫这个时代吼，变做是一个真正常的人甲人互动，你交往啦，还是讲你直接的时阵，哦，啊你有性影像无？啊无，大家看卖，啊看有介意，甲来交往，变做在一个很速食的时代下，一个非常廉价的东西。咱来反映给观众朋友听。环境你讲的是讲，譬如讲在交友软体顶头。哦，我要甲你交朋友，无时间甲你来交啊花啊，来即我甲你讲记者，无哦，你几岁啊？介意食啥？哦，无啊，无迄个时间啊，因为我要甲后一个要继续讲。我看你的身材安尼，即种相片。啊无，你有啥物较好看的影片无？还是讲啊无，你的身材是安怎？而且我的身材啊，安尼会使交一个朋友无？安尼，所以讲即种的。人甲人听到有这种的哦，人甲人互动的这个过程中，变做非常的快速。吼，伊人甲人是非常的紧的，个要达到伊的目的。哦，要交朋友，要找一个暗时陪的人，还是讲要找其他目的的这个，伊有伊的目的，哦，伊无迄个时间甲你豆豆啊拖磨，伊就是直接单刀直入，那非常明确。直接过来甲你讲，直球对决啦，好无？啊，然后安尼甲来黑，所以讲，你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性影像变做唔是遐尼啊遥不可及，还是讲哦，变做一个无法度去想象的讲，让迄想讲。所以恁办的案件内面有真济安尼来流传出来。是。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案件，因为咱是来讲，咱也较古巴吼，50-60岁的人吼，真正毋捌听过这种代志。无法度去想啦吼。好，对，但是伊是一个真正常的人甲人。啊，所以伊摕到这个影像了，伊就去到处去传播，安尼吗？应该讲，伊是一个物件。那有啥物人摕到这个物件，伊要安怎用？有的人就是偷偷看哦，看这个物件，介意，遐家己收起来，跟哪看，收到跟哪看。有的人啊，较恶质的摕到这个物件，就开始散。啊，即摆网络足方便的嘛，散出去一届200个、300个，3秒钟后散成200个人啊。所以讲，网络是互一个互用者的人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是非常。威力足强的一个工具来去做这个犯罪。所以，环境你讲的就是讲，即摆因为咱交友的形态咧转变，吼，即种啊嘛有用即个所谓的工具落去变做，嘛有即种变做。你在办的即个案件内面，即安尼多啊少？多，愈来愈多，因为人甲人吼，你讲面对面安尼你讲话还是讲你互动吼，愈来愈少啊。哦，等到。说人家安尼，我甲你安尼讲话，说唔知变我讲，吼，你若是互我用家己的赖吼，我讲到吼200分天，绝对我就讲到6等。所以讲，人的互动，以人甲人的互动的模式吼，渐渐的，他把它转到手机啊，转离手机啊，转离网络，转离遐家己无熟悉，但是家己做伙介意共一个物件的社团、网站、论坛。所以吼，咱咧讲以前咧讲共高刷啦，吼，共骗蛇啦，或者是共跟踪啦，即摆用手机啊，的就出去啊，嘛是一种高刷嘛，是一种索要呢。足方便的啊，对啊，我也免出门，啊，我都甲你靠刷对无？啊，我看你艰苦，我感觉家己真欢喜，啊，个安尼皮熟，敢若苍蝇共款，敢若好心共款。所以咱先初步吼，观众朋友咱理解讲，即摆社会即个形态内面有一种物件。啊，老师我给请教吼，恁在中小学内面吼，有咧教育囡仔吼，小朋友还是
小同学啦，吼。恁安怎甲讲？因为伊可能高一的时候，伊就安尼直接落去安尼。啊，恁安怎甲讲上无爱保护自己？但是伊可能在迄个刹那之间，伊无想着保护，伊干想讲，对，要交朋友。因为像阮其实拢去小朋友，就是不管是国校啊，高中的囡仔，因讲你用网络的时阵，你应该注意安全，你袂使你家己的资料用出去。啊，毋过其实伊感觉讲我秘伫手机内面足安全。足安全，对。所以我来讲，其实网络的物件，其实你讲你会使你的名藏起来，无人知你是食。其实问那个长官伊就知影讲，其实检察单位拢是找得到，迄是食的。啊，毋过阮拄着的状况甲检察拄着状况无共款是，其实囡仔因会甲定做的代志是耍电动，伫网络上耍电动，然后交朋友。所以一开始的时阵，我就是甲你交朋友尔，啊交久了，我感觉讲，咱就是朋友嘛。啊朋友我讲，无你敢会使迄只，你无穿啥相片我看一下。啊有诶囡仔就感觉讲，我甲伊是朋友啊。我信任伊啊，伊袂我流出去啊。我甲伊是朋友，所以我无穿衫翕无看。系啊，再有一种是讲，有诶人伊会伫像即种网络诶拍电动诶即种网站上面，因就会讲，其实你要打工无？早早要放假啊嘛，暑假要到啊嘛，要放假。然后有诶读国中诶囡仔是高中诶囡仔，我想要去趁钱。爸爸妈妈会讲，你袂使出去啊！你若去饮料店打工，你童工袂使。啊，网络上都有另外一种状况是讲，你伫厝就会使趁钱啊！你开直播就会使趁钱啊！你拍游戏，你陪别人拍游戏嘛会使趁钱啊！对啊！然后一开始就讲，其实足安全的。你看你伫厝足安全的，你着陪别人拍电动，陪人开讲尔。我无你也袂安怎，你也嘛无出去啊。毋过久来了，伊遐的人拢会用一寡话术啊，你讲。我咧讲哦，你早穿较少诶，人就会岛内你较侪钱哦，你着搁愈侪钱哦，你就使买点数，你就会来趁钱啊。你看你讲拢要出门啊，家长嘛敢讲啊，阮囝足乖啊，放假拢伫厝啊，伊也无出去佚佗啊。毋过参遮的影像出去了，其实伊安怎团结咱拢毋知，所以早的囡仔是上大的问题是，因其实有阵时啊。但是啊，恁咧甲讲这真正会败害，你后来的这个代志会舞甲真大条，你感觉因会相信吗？其实我感觉因为阮已经做，阮伫学校已经做足侪年啊嘛。阮后来发现讲，其实伫网络面顶，足侪囡仔有一寡行为甲无妥当，还是讲伊安尼做，其实有足大的原因是因为家庭还是家长的原因，因为家长足无严的。还是讲伊的关系较无好，还是讲伊伫现实的社会内底伊无朋友，伊就感觉讲拢无人了解我，所以伊就相信讲网络迄个人是上了解我的人，伊绝对袂好害。毋过像即种咱其实我感觉老师其实都辛苦的，因为老师爱教册，然后爱关心囡仔。其实因老师拢有上课，其实以阮的调查来讲，其实教育部有要求老师爱上迄种嫌骗的课，对性别平等的课，其实有几乎所有老师拢爱上，所以老师其实拢知影即件代志，嘛拢换囡仔教。问题是有的囡仔伊就甲我讲，你拢无了解我。所以毋那是学校爱甲囡仔爱沟通即件代志吼，处理嘛爱甲。处最重要的，因为阮有大概2年就帮教育部做一个调查，然后我会问伊讲，你拢伫搭用网络，其实拢伫厝啊。你敢有手机啊？其实早的囡仔拢有手机啊，因甲国校5年6年，其实因拢有手机。你问伊讲，你敢有 FB、IG？因嘛拢有呢。然后有条时阮查某囝倒来我讲，妈妈，我要爱申请 FB。我讲 FB 规定13岁才能用。伊讲，可是我同学都有。就是讲，其实教育部嘛有去大人替伊申请咯。对而且伊个会，因为你就袂使写你12岁嘛，因为你写12岁，你就无法度。用啊嘛，所以你爱请你13岁、14岁、15岁安尼，就是有阵时我感觉家长的角色足重要的，因为你爱关心你的囡仔，你莫想讲伊足差的，你手机等来伊就袂差啊。问题是后壁发生的代志的时阵，你甲伊讲阮囡仔毋是安尼，伊足乖，其实安尼拢袂负啊。所以我感觉家长家庭的功能其实足重要的。是，对，这是咱头仔2位已经开始讲到吼，今麦的即个少年，或者是年轻一辈吼。因到底是安怎生活，互许大人也当知。
再来吼，这法律上的这个问题，要请教到这律师吼。咱即卖法律，有法度明明真真，逐项拢甲法着，逐项拢照顾着吗？还是讲法令先法律顶头，还佫要修改？像咱头拄仔讲，无理由、无正当理由持有的，应该修法，还是讲还佫有其他？好，另外就刚才回应一下问题吼。咱较早，因为咱今年112年吼有修正《性骚扰防治司法》啦，吼新的啦吼。啊，伫较早的时阵是较无法度，因为较早点刑法妨害秘密啦，吼刑法强制罪迄种的来处理。啊，差不多妨害秘密跟强制罪，差不多上当的三年安尼尔，3年以下的那个徒刑安尼。啊，即届吼，咱得修正咱司法吼，都有包含讲刑法、性侵害防治法、犯罪人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都有儿童跟少年的性侵害防治条例，咱讲会讲防止数位性暴力的司法，今年在2月的时候有通过安尼。啊，简单来讲就是讲阮刑法有特别针对咱讲会讲数位性暴力有设一个专章，就是讲以后针对迄种你是调工的啦，还是讲你是调工要拍这种影片，还是讲你有强暴胁迫的，还是讲你是单纯转传的，还是讲你像小玉迄种的有讲变脸的。即马开始，阮这4个刑法都有规范，因为较早是讲针对迄传播的那些人如果你不是意图盈利，你不是讲要趁钱的，我当然讲我传好耍而已，其实罚不到啦。迄就袂加罪，迄袂加罪。啊，但是即马这个刑法订立下去后，歹势，这就有罪啊。哦啊，但是头拄迄新闻大讲伊无对传到我当要安怎？嘿，这是讲伫散步啦，那是讲散步就是讲我传互你，迄叫散步。啊，你若单纯收到，你个没有传出去，迄个无算咱刑法讲的散步行为。你有讲单纯收到尔。他怎有迄个民间团体讲无正当理由持有的，也应该罚？你敢有赞成？这我是无啥赞成的，因为讲实在第一咱刑法这条罪修正过后，上少讲5档啦。啊，你也无正当理由，你是要安讲什么叫正当理由？你要安看法官要不要认定讲什么叫正当理由？啊，咱进前刑法的认定标准是。所以嘛，袂当收过头咯。是讲嘿啊，人家收过头就是讲啊了上案啦。咱因为咱进前我们刑法的处罚对象是讲你有没有盈利啦。啊再来讲你有敢要正当理由，啊你正当理由你要安收，什么来判定这是正当理由？这就无啥讲。这样真麻烦。迄真正是真麻烦，因为。讲实在，咱叫这个无正当理由，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这种物件是咱法律赋予法官个案来判断。啊，刚刚今天我这法官，我是讲我 A 法官讲，我刚刚这是无正当理由。啊，讲不到 B 法官讲，这是正当理由。标准就无共款啦。啊，跟大家讲个恐龙法官啦，甲大家咩安尼啊，迄种诶。所以讲，咱伫修法当中是上好是卖讲这种咱讲不确定法律概念啦。嘿，啊。我们目前我们刑法上的目的是来讲是讲看你有没有盈利啦，盈利为主要的一个规范对象。是。所以要请教老师老师是对铁学对人权来出发你看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转变我感觉譬如讲在欧洲，咱伫街仔路要共翕相，有当时翕到伊拄仔入境的，伊会行过来甲你讲，你头拄仔迄相。你袂当，你爱甲消掉，咱台湾爱做到安尼吗？还是讲爱起码爱做到什么程度？譬如讲学校内面爱教，那么这个长辈时代父母爱安怎想？一个简单的概念，老师。我想咱想讲欧洲有较进步啦还是世界美国啊有那边较好，其实无很好啦。无安尼好。外国影是有迄款叫做dark net， 你毋知听过黑暗网迄个足侪迄款人讲迄款就是迄个性癖好伊较爱迄个看迄囡仔的迄款无穿衫的啊，还是伫迄个网络迄顶头做迄个迄个自慰啊性的迄动作伊也足侪要破案伊也是足困难的，伊也是拢争论足厉害，所以咱可能爱搁较思考一下讲根据迄个民间团体的统计伊讲像这种数位暴力的受害者有85%拢是女性。
95%吼，迄加害人吼拢是男性啊。啊，伫迄受害者当中，未满18岁吼，68%吼，拢是迄个未满18岁的囡仔。所以未成年的68%哦。未成年68%，你就是知影讲，真拄啊讲吼，我互你数位点数，你2017年吼，都有发生代志，讲差不多有200几个囡仔吼，伊伫迄镜头前面吼，伊怎做迄个动作？伊敢要爱啥物货？敢要爱迄个游戏点数啦，去换这个游戏点数，所以这是一个真性别女性的问题吼。爱先怎这很危险，因为女性伫咱的社会，就是迄个性别歧视是无所不在的。吼，你知影？像我读哲学吼，足侪人拢讲，啥物叫做人吼？人就是查甫人啊。迄个人，你知影英文？你知影用 man 嘛？像阮东吴大学的迄款校训，就是讲吼，你爱做 grown man， 你就爱做查甫人。啊，我唔知影阮学校现侪查某囡仔是要想办法安怎要变查甫人诶。啊，阮有一个校友，就是迄个施义祥吼，伊写做一批去互校长讲，拜托，你甲迄个光面吼改成叫做光 human being， 人联合国拢叫 human being， 无人要听啦。吼，啊，咱台湾人讲人的时阵，讲律师、讲医生，无感觉这是一个问题。无喏，大家拢感觉说真正常的哦。迄你也想到迄人，也是较悬的迄个职务，你第一个想到，你袂想到查某人啦，你第一个想的就是讲，就是一个查某人代表全部的人。老师，你讲啊，这是世代的问题哦。这是人类的问题啦，吼！你知影，阮联合国倡议足侪年讲，迄个妇女的权利吼，伊也是人权。你知影为虾米很爱安尼讲？迄就是讲，像迄CEDAW吼，讲消除一切刑事对妇女刑事公约吼，伊第一条就是讲吼，你知影有一种区隔、差异、分别，这些分别好查某无办法享有作为人的完整的权利，基本的权利，这就叫做歧视。你知影社会还袂？唔知影这件代志，所以为虾米受害的人真侪拢是女性，因为真简单，伊就是摕到迄个影像了后，伊为虾米会使有威胁的效果？我摕到王永庆，你看我敢甲王永庆的摕出来无？吼，我保证你唔敢，因为伊的社会资源足强的，你也动一个，你就会吃狗屎啊！好，啊，毋过女性伊为虾米会惊？真简单，伊的影响，像囡仔为虾米会惊？影响伊一世人。啊，咱社会是安怎看这件代志？我感觉真惊人，吼！基本上看到这款代志，就开始讲你家己囡仔，你哪会无教好？嘿，你是穿着啥物衫？哪会变安尼？你哪会要甲交往？好，你弟弟拍照，你家己拍地图，你要甲伊安怎？对啊，你就是用迄个网络，你唔知影较用迄个科技，你去用科技迄款技术去怎家己食亏啊？你都爱偏的懵懵的。老师，你讲到这，我就想到吼，有真侪士大人爸母吼，看到囝儿逝世安尼时阵，头一个是先骂家己的囝儿逝世呢。对啊，伊都唔知影，伊家己伊会去互侧录，还是偷播，伊家己都唔知伊影有可能啊。所以这学校这所谓的素养，其实是真重要的吼。不止学校，就是讲咱规个社会对即马，你即马也看到有人咧看即款影片，你也看你旁边的人要传播，你要徛伫对一边，你要徛伫迄个即马。大家你看，你就家己做伙看，还是你也家己团咧？我就随同报案件啊。系啊，你是报好康，还是你即马？唔是我随甲报告啊，唔是甲报好康啊。嘿，迄是你哦。你即马咱社会就是爱教吼，大家人拢会讲袂使哩，吼，都爱教咱大人囡仔，大家拢爱知影讲，这是一种拄啊律师讲，这是一种犯罪的代志，这是一种一种对这个受害者真无尊重。嘿，你就是咱社会爱教。即嘛爱有这个法律概念吼。法律是一部分，毋过你知影，伫咱的文化内底，咱有足长的路爱行啦。咱一定就是讲，爱大家对迄个你看这款代志的态度，爱全部拢爱。这话啊，要讲透机，目屎飞袂去啊！真正。但是有一个真简单的问题，我先请教袁警，再来请教律师嘛。像这个社团叫律师，这内面吼
有个人咧贩卖呢，吼，啊你若去网络顶头购买，这算犯罪吗？犯罪，这嘛算犯罪嘛？囡仔若是囡仔的影像的话，你若是甲买来，而且欠咧你家己我都看到的物件，我都摕到的所在，迄是犯罪的。嘿，今年开始改。今年开始改啊嘛，我会记得以前是拢无罚嘛，罚钱啦嘛，即摆就是变做一个刑事的犯罪。啊，律师，这爱食罪食几年？这样，若是贩卖还是讲买？你若讲是贩卖的时阵吼，咱即马是规定是讲上少5年以下有期徒刑啦吼。啊，你若有去买的时阵就是6个月以下啦。嘿，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买是较轻，买较轻，嘿，因为你去买的时阵，你俩哪，你有重置嘛？因为我无可能讲加重置一份。买原本的，系啊，买原本的，系啊，就只有你有重置。啊，咱讲，你重置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我感觉买的人，因为有这买卖关系，有这强输的这个关系哦，应该买的人嘛爱罚重罪才是呢。我唔知，我这真素朴的这个观点啦。因为咱定咧讲罚枪吼，无罚嫖啦。嘿，啊，就是因为你有人要买嘛，吼啊，但是有人讲啊，这人情的需求啊，我这小等来请教老师啦，吼，这我先请教高小姐吼，恁伫学校咧甲囡仔咧讲的时阵，恁是用一个 case， 甲讲解，还是讲这原则性？尤其我感觉，真侪少年朋友无一定有遮侪社会经验。吼啊！但是咱咧甲讲这个 case 的时阵，是毋是会递出伊安尼足惊讶的？啊，要安怎来抓这个寸球？应该是讲从教育部从阮去做的这个计划来讲，阮拢是用故事，就是阮会拍一寡动画啊，把一影片，然后迄拢是一寡正经咱有发生过的案子，就是讲，例如讲，咱你来讲，从头家有讲到讲从遮私密影片的部分，其实从阮就有一个教材，伊就是变心情人，伊就是讲有人我足介意你的，毋过你可能介意边仔即个人，啊我就假做我是你介意迄个人，啊甲你谈恋爱安尼，啊阮会用遮的故事去甲囡仔讲，你感觉安尼敢有问题？然后其实老师最重要，老师伊就爱伫迄教的过程中啊引导囡仔讲，你也想看卖因为像阮早嘛有一寡课程是迄种。甲伊无足长的，伊就短短啊。毋过我会叫囡仔分组，你分讲你是去害人的迄人，另外一组是你强害的人。毋过你还有一组是你边仔看的人。然后也是恁的话，恁会做啥物款的反应？啊，你也拄着这个情况，这个情节学到。老师他讲你是毋是徛伫这个被害者？你徛伫，而且阮会希望讲，你会使换角色，就是你一开始你做欺负别人的人。就是讲，你去传遐相片的人，啊，毋过另外一有，就是即个活动结束了，换你去做迄个你的相片去人传的人，啊，你的感觉是啥物？你爱有感觉讲安尼我是无爽快，还是讲安尼我感觉我足艰苦的？毋过其实伫阮的研究内底，上重要是伫边仔看迄个人，因为边仔看即个人，伊安怎看伊会愿意去老师讲，伊爱欺负，还是讲伊拢伫网络上讲别人的歹话，还是故意做一寡假的。影片还是相片，然后佮讲，就是伊，你看伊吼拢吼伫目口乱交朋友，还是讲伊拢吼故意穿做衫做少的。问题是有可能迄人毋是伊，因为早网络上做侪相片也是影片拢是做出来，拢是假的。啊，而且我也囡仔讲，其实大家拢会用社交软体嘛。问题是，其实你会发现讲，从顶边迄个案件，就是讲伊卖做侪假的。影片即个案件，做侪拢是公众人物，原因是因为早技术是安尼，你的影片甲相片愈侪伫网络面顶，我愈好做，我会使做甲愈真。啊，若像艺人啊，还是像主持人，对啊，像主持人，你的相片、你的影片，网络拢总是。我今日要做一个你的影片，足简单的，因为而且像你看你的录影啊，你的画质很好，所以我要做出来，你拢叫是真的。其实早技术已经行到遮，所以就是我要回应，就是老师教授讲的。我卡车表有你有一天你有可能是你的啊，啊，毋过迄毋是你哦，就是讲看起来是你，啊，毋过你无做这件代志哦。低费技术，伊真的最厉害 ，AI 人工智慧在这1-2年的突飞猛进，
是非常厉害。所以我伫阮教育现场来讲，阮才会使一直就咱妈妈，也是讲咱迄种做杂念的人，一直讲你爱会知影讲，遮会有可能发生哦。毋过在国外，其实阮国外做者研究是讲，阮要教囡仔是数位沦陷、数位韧性，就是讲你无可能无用网络嘛，好，你嘛无可能无传你的照片。我嘛无可能无食这头路。对，所以上重要的就是讲，你敢有迄个健康的心态，讲，我今日拄着问题，我会晓解决问题，我知影爱找食，我知影讲我会使也是讲，也是讲我会使去警察局报警，也是讲我看到时我紧删除，就是讲不要看不要，因为常阮都也囡仔讲，你今日拄着一个看到一个影片，做成你的，毋过迄毋是你，你莫今日删除过，迄毋是我，你爱翕落来。然后去报警，然后过来后壁是，我讲咱教育部去做侪代志。你有讲，你发生这种代志，毋是你啊，恁同学拢讲是你，拢讲你安怎安怎的时阵，变做另外一种霸凌呢。对啊，咱无毋过咱有一个足好的咨商的体系，就是讲学校的咨商老师伊会你辅导，也是讲你爱找人讲，因为足侪囡仔其实是引发足侪问题吼。因为像杨佑琳事件，就是以前有一个网红，伊后来伊是自杀嘞，因为伊就是网络上讲伊就是。传伊的照片啊，然后用文字啊、言语啊，讲伊受不了哈，伊受不了，伊就自杀啦。所以其实阮感觉讲这个代志，其实早来讲是真的足严重的。啊，毋过其实以学校来讲，去学校做的代志是有限的，因为你就是8点钟伫学校内底，而且8点钟你基本上你袂使用网络，除非你上电脑课。所以真正发生伫处理，甲其他的时间。对，所以我感觉这其实对。学校来讲，其实学校已经足尽力去做这件代志。我要来先问吼，政府单位，尤其是行政单位吼，即马你有开始，因为我这看起来，咱读这吼，所谓博业，这看起来是应该是变做是被动来接案，敢有主动咧查，还是讲主动咧巡逻？敢若譬如讲，这个伫结婚顶头吼，咱咧讲啊，见警率啊。吼，还是讲有啥物其他的这方式，会当来防止事情的犯罪。民众吼，若是真正看到家己的影片，还是讲看到伊熟悉的人的影片，吼啊，伫这网络面顶，其实无一定爱本人来告，嘛无一定爱告，就算本人来，伊嘛讲来先来甲这个影片先处理，才会决定讲后壁要安决定讲要提出这个，所以讲。咱即摆上重要的是，阮即摆伫处理这种案件，上重要的是保护被害者。要安怎甲伊的伤害停止伫这个时阵，伊的影片竟会甲伊为网络面顶甲伊下架。那后壁要去录遮的人，要去追查遮的人，这是阮的责任，无毋对。但是伫现主时，伫录到这个人进前，阮爱保证讲这个被害者是。所以你有一个 SOP 就对啦。对。变做2条路哦，我嘛是继续追查这个散布的人，啊，但是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被害者的伫这个受理的过程中，要安怎避免第二界的伤害，也是讲伊的这个影像要安怎帮助伊会使足紧的为这个网络的面顶甲伊下架落来，其实变做2条路伫行。啊，到目前为止，咱还佫有啥物其他的所谓工具，或者是讲恁巡查的这个方式，通好主动来出击。通好来主动来查察啊，敢有？卫福部伫今年吼，伊有推动一个迄计划吼，叫 Stop NCII 啦。伊就是讲这个被害者吼，伊有我这个影像，啊，这个影像吼，我自愿提供吼这个计划的这个伺服器当做一个资料。啊，我提供这个影像吼，啊，伊会用这科技的方式吼，甲伊变做一组数字，啊，这个数字因会去放伊用的厂商的伺服器，啊，厂商的伺服器也看到讲，同款的影像下架，通报，主动下架，唔免做啥物代志，主动下架以外，然后人要甲这个物件藏起哩，伊嘛会使甲伊为关头直接甲阻挡，所以讲这是一个非常为根本去解决这个物件，因为景伯啊，你讲互大家听，这是安怎要来主动来通报啊？这是啥物定数？这个叫 Stop NCII， 吼 ，Stop， 嘿，阻止 STOP NCII 吼，伊就是讲无经过同意去互
散去你这个网络散播的这个影像的，叫 Stop NCII。好，大家若是去迄 Google 吼，会用甲找看卖 Stop NCII。啊，若是讲袂晓用，还是讲唔知影要了解更侪，其实拢有卫福部拢有伊这宣传的资料，啊，佮有简介的资料会使参考。啊，就是伊是一个民间发起，一个英国的 NGO 发起的一个专案的方式。啊，目前参加的厂商吼，就是这个咱甲定定用的 Facebook、Instagram， 吼，这咱甲定定用的。啊，希望有，而且嘛是希望有更加侪的这厂商，还是讲这网络业者吼，会用做伙来加入这个。申诉管道吗？还是讲直接叫电话？有啥物私密的这个申诉管道？所以讲，你若是发现讲，哦，你想要把这个影像下架，不管是成人的还是未成年的，拢有。那未成年吼是惊这个 iWin 的申诉系统 ，iWin 吼就是这个英文字吼 ，I 啊 Win 就是 WIN， 你甲拍 iWin 申诉系统，伊个会跳一个系统出来。咱无爱拍，观众没有知吼。嘿 ，iWin 申诉系统，入去了后。有法度来完成这个通报。有头无英文的无，因为我好啦，伊中文，伊只是网络诶，伊迄个网站的名是英文的尔，伊内底完全所有的内容写的拢是中文的。拢汉字就对啊啦。对。啊，所以讲，这是未成年，咱若是成年的话，另外一个网站是叫私密，吼，私人的私，密个是 M， 私人的私啦，私人的私，密个是英文的我啦，吼。是，所以讲私密共款。入去了后，有法度依照伊的单位吼，天天的送出了后，有任何的进度，这个案件，这个影像是毋是已经下架？这个影像若无下架，伊有啥物其他的方式？金伯啊，伊拢会甲你简单有迄个叫电话，0800的电话无？0800啊无，看113啊，113嘛会使吼，113有法度甲你讲要安怎做。啊，毋过有人阿公啊看到阿孙仔的相片伫遮安尼，伊嘛紧张紧敲电话，互伊知影讲我较113嘛会使吼。对，啊无，若是附近的派出所，嘿，警察来协助嘛是会使。管道啦，嘛是可以。有诶是还是讲，咱是讲有诶，啊，佫伫所谓世界，啊，佫无这么带来真舒适吼，无真熟悉啦吼。就我来请教律师吼，恁即马接触的这种案件内面吼。到底还佫有其他什物较离奇的？我咧讲哦，我毋是讲好奇，还是讲关奇啊，只是讲，互大家会当来理解讲，到底即种所谓的暴力，还佫有其他什物样态？咱还佫毋捌的，有诶人受害者吼，伊戆啊，互伊去迫害，也还佫无不知不觉，到上后尾无法度忍受，才会发生反抗，啊，才会发生即个自我伤害的代志，敢有其他你所接触的案件，还是讲你较理解的这个？像我较理解是讲吼，咱这数位数位暴力吼，大部分还是讲咱情侣之间啦吼。啊，对于那个受害者来讲吼，较影响较大是讲情侣之间有诶时阵吼，伊是咱查甫的讲较好找讲啊，咱来留一个纪念啦吼，得取得女生同意，吼，啊，得甲录起来。啊，这伫法律上吼，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既然恁录这影片是女生同意的哦，安尼到时阵要抓伊的时阵，这告是有犯罪种问题。好，啊，毋过咱即种就是讲吼，咱女生虽然同意，啊，毋过以后可能男女吵架、冤家啊，男生就报复他，就把他放上去了。嘿，啊，这时阵咱来调查的时阵，还是讲咱来组中的时阵，伊就控辩讲，啊，这是进前咱有同意的影片来做成的。吼啊，毋过即摆是安那流出去，我嘛毋知影。吼，伊嘛讲我嘛毋知影。电视咧，对。电视哦，这我毋知影。嘿，啊，这时阵吼，就是这种案件内底吼，其实对女生来讲是真无公平。伊就该说这个阿里安人讲，啊，你为什么要同意？就当初是讲你什么同意，男朋友拍这个影片，你为什么同意他？嘿，这变成说很多像这种案件里面，其实女生是不敢报案，伊唔敢，因为讲她会先被指责，讲啊你。家己安尼无检点，啊，当然你男朋友拍这性爱影片、性爱光碟迄种诶，啊，当初伊可能嘛毋知影，是讲叫伊男朋友讲，啊，像即种法度顶头，敢要安怎适应，还是讲互伊食罪，
恁要主张要安怎主张可以食罪？伫法律上来讲吼，因为真的拍摄影片的时阵是咱两个同意的啦吼，咱同意女生嘛知影，啊是靠无法度讲，你就是讲偷拍靠无法度，啊毋过咱法律上会当抓就讲抓你散步。今日是讲咱两个情侣嘛吼，啊拍啊我们两个好留存纪念，你一个我一个，啊但是你不可以讲。进前来讲哦，咱就是女生同意说我们来拍这个。你要负有这个保管的责任。嘿嘿，就是讲，当初我互你拍，唔过正常人应该无讲我互你拍，你会当互别人看吧？好，嘿，所以咱我们这法律上在主张的时阵，咱就是来主张讲，这查甫的吼，吃苦哦。这影片虽然是讲咱查某有同意，唔过绝对无同意讲你会当家己散步。咱唔讲贩售啦，因为伊若电视讲，那唔是我。啊，唔是我是讲简单啊，安讲。啊，这样一平常你有啊，我有尔啊，我查某这个查某女生都不可能散出去，一定就是你啊，嘿啊，你家己都要举证证明讲这个我没有散布出去，啊，这个很难呐，因为想也知道是谁散布出去的。哦，嘿，另外一个问题吼，咱有人主张讲，迄所谓中介法内面，啊，佫有其他眉眉角角会当来处理，你敢有赞成讲，哎，所谓中介法内面，爱佫来处理关于着所谓性别暴力？这个法条法律，还是讲，其实在刑法、在妨害秘密法、在这其他的法律内面，都应该会当写着无需要过来创这。因为吼，咱想讲咱法律的改变，咱讲修法的时来讲吼，其实像这种的数位的性暴力、讲数位犯罪，因为伊家己这头前，咱的法律规范条标溜，其实溜袂掉，所以刚才就是讲，咱修法必须要有一个快速性啊。好快速性，因为数位中介法是一个全新的法律，但内底有包含性犯罪、除犯罪之外，有其他问题嘛。哦，所以就是你意见是讲安尼要瞧，唔知要瞧当时。唔知真正没瞧到当时啊，系啊，所以讲我是较认同讲，即嘛是讲归去啦。咱想讲数位中介法，因为伊被处理的不单是数位犯罪，有其他问题。咱就先针对数位犯罪，我很注意为什么法律会当协助、会当制裁，咱就先处理这。哦，这是我这我比较认同啦，吼啊，当然，现在这种修法方式，我觉得缺点就是讲，因为有这些法律啦，啊，对于受害者来讲，讲实在，大家也唔是律师，也唔是讲法律作用的，唔讲其他发生这种代志，我讲我知我去找性爱防治法，这是刑法是无啥，无一定会杀有啦，系啦，不一定杀有，而且讲看以上，是讲单纯针对数位暴力的时阵，因为今麦是数位时代啦，好，按数位浪潮带来一定拢有的嘛，可以设定一个专法。哦，直接来创一个专法。创一个专法啊，大家拢知影讲，哦，今仔发生种代志啊，啊，我来去找什么法律来主张。这本册内面去找。哎，就这本册也是讲，因来做以后做校园宣传、校园推广，也比较方便啊。你讲讲一不讲，咱起码有数位性罪防治法呢。警员啊、警备啊，要执法的时候，嘛有通啊变啊。系啊，变啊嘛紧呢。啊，不像说伊宣导的时阵，唔免讲找4、5本，再讲啊，这条伫遮，这条伫遮的。讲不煞少，家己嘛免家己讲啥。这有影吼，这专门性的，尤其吼，我要来请教哲学系这个老师哦。老师，恁尤其这个科技来穿透了后吼，这咱的人的生活互动的方式、结群的这个方式，拢完全改变。在这个尤其你来面对大学生吼，即摆大学生当是这你看伊舞，伊嘛看你噗啊，无一定咧教册伊来宁可来看网络。恁安怎甲灌输讲？你要有人权，要互相尊重。咱实在是唔知影，我因为离开迄个世代是足久啊，吼，30、40年，咱实在唔知影讲，即摆的即个少年人，咱如何爱互伊正确的，吼，而且是会适合即个世界即人权观念啊。我想唔是这种灌输啦，就是像拄啊迄个拄啊专家讲的吼，咱就是爱互伊知影安怎讨论，你徛伫遐看，啊，你是要安怎？就是爱互伊想到伊伫迄个情形下，你啥物做较好诶？吼，这个代志为虾米足重要？因为即马吼，足侪迄受害者吼，伊拢毋敢出来讲，啊，毋过毋敢出来讲诶结果就是讲，咱敢想一种、2种受害者尔，咱毋知影其实有受害者有足侪无共款诶反应啦。吼，有诶受害者，伊就知影安怎去处理这种情形。大家也把这个案例提出来讲，知影讲哦，原来以后我会使安尼处理哦。
吼，像我以前听上重要的，就讲有迄个5年级的迄个女生吼，啊伊被迫讲爱甲一个迄个暴力犯罪的人甲口交，啊，不过你知影伊安怎做？你知影伊甲迄个警义抓喊的，马上了后走去报警，甲迄个人无几点钟就抓着啊。哦，伊个有这个法律底线因为伊去哦，伫学校就老师甲伊教较做好的，伊知影讲安怎要处理即件代志，伊无受到像咱迄个。是大人敢教，你就是爱做处女啊，你就爱纯洁啊，伊就老师甲教较做好诶，啊伊就知影安怎处理。所以其实有足侪无共款诶受害人，啊因诶故事，因像咱即马讲咧性骚扰有无？啊，大家拢讲啊，伊当时毋知影安怎，毋知影安怎，啊，毋过大家讲，其实你甲看吼，内底拢有无共款诶迄款迄款样态啦。啊，咱大家也真正。去家己爱思考讲吼，伫即款情形咱要安怎做？伫迄款情形咱会使搁安怎做？吼，啊，大家有讨论，有安尼分享吼，啊，就大家都知影讲，伫迄个情形下，咱有可能会用啥物方法做较好？吼，所以主持人你拄啊，其实你有问到足重要的问题讲。咱即马讲是法律是上尾后的起诉嘛，啊去侦查影是较后端的，啊你主持人你拄啊有问讲，啊咱是要敢若预防，吼，所以教育是一种嘛，教育是足重要一种，啊迄业者拄啊迄个警员嘛是讲，迄业者嘛是足重要的，伊开始拄啊有看到即款影片出现伫伊的迄个平台，伊爱负责无？吼，伊会使讲啊，这都甲我无代志，我都甲提供一个平台尔，我又免费的啊，所以伊有责任无？咱即摆就是爱甲遐个虾米人伫即个环节，啊，虾米人伫迄个环节，嘿，啊，大家爱知影讲，你有虾米责任伫即个代志内底，咧防范即个数位性暴力，虾米人都爱做虾米代志。咱的社会也是真正民主的社会，咱都爱有即种意识，咱是一个自主的公民，吼，所以咱伫虾米所在爱做虾米代志，爱虾米反应，这是足重要的。对，唔那是讲对阮大学的老师，对迄个普通伫个社会的讲师啊，我想像迄老人家，你拄啊讲，伊根本都唔知伊有可能啊。你知影，尽管拄啊律师讲有一款迄个反目成仇的迄款情侣关系，你知影有迄偷拍嘛是有老人去便所，伊较久啊。啊，伊迄个便所也有偷拍，伊嘛是有可能去用传播啊，迄嘛是，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是受害者啊，嘿啊，啊去用 deepfake， 啊，毋是讲干你有主持人较有名的人会使用 deepfake， 迄以后我也无想，迄有的人技术较好，我看啥物人无顺，我嘛会使甲伊 deepfake 一个，吼啊，这就是讲，咱要有这款想法，咱爱徛着。爱创作一个社会，互迄个受害人，伊徛出来，像我拄仔讲，迄个5年级的学生，伊知影讲，伊即件代志，伊毋是伊的唔对，迄是即个人，即个有暴力的犯罪的人有问题。真镇定呢吼。系啊，咱就是讲，就是咱甲伊团结啊，咱看到即个案例讲。我有教着，这囡仔我也教着一个，这个囡仔我感觉我做老师一世人拢实在真骄傲的代志啊。是老师，恁伫学校啊，阁有其他一些案例，通好来甲观众朋友小可分享，还是讲恁有啥物教育部互恁啥物指引，摕互咱来小参考？应该是讲像今日就是。建官嘛讲甲足济，就是讲我今日有准备一个，毋过嘛总说细字的，就是讲其实咱政府啊，佮有民间团体啊，其实拢有足济管道会使啊，大家就是讲你若拄着代志时，你会使去请因啊恁帮助。你有讲影片下架，还是讲像其实头只主持人问讲电话到底要敲倒一支啦？是，顶头是写倒一支。因为你若是讲学生仔的话，教育部的话，伊有一支反霸凌专线，伊伫1953。1953，就是你有卡1953。反霸凌的吼，1953。对，其实你嘛是会使卡伊的嘿，然后过来就是讲，其实伫唔管伫行政院的宪骗小组，还是讲教育部的宪平等教育网面底，宪平教育网内底，其实因拢有，就是 SOP， 就是讲，你会使安怎通报，然后伊会安怎处理，然后伊会你讲伊的处理的进度较大。然后过来就是讲，其实阮伫现场，其实像阮最近就是有去高中甲囡仔讨论性别暴力、所谓性别暴力的代志，然后结果阮发现老师听甲比囡仔较认真，
老师哦，我叫是讲，这个主任也无课也毋是上的啊，结果伊也规本拢背起来啊。伊讲因为早的，尤其是咱的高中有做侪是女中，查某囡仔拢查某囡仔，拢定定拄着然后拢定定对，而且是做趣味的一件代志是，其实老师讲做侪囡仔伊是高中的时阵就拄着啊，伫高中的时阵就无在无法度上课啊，伊嘛毋敢讲，伊规个学期拢无来，老师想奇怪。其实像即种，阮之前有拄着一个案例是讲，即个查某囡仔嘛是就是伫学校，然后就是有去人做一寡较无好的代志，然后去人传出去，然后相片啊、影片啊，就大家一直传嘛。因为有当时啊，一寡迄10几岁的查甫囡仔拢讲啊，做好耍啊，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跟伊传出去了，迄个女生过来变做个是迄个查某囡仔伊转学，因为伊等下伊无法度上课啊。然后像我进前有一个案例是。高雄的高中的查甫囡仔，啊，伊的意思，毋过因爸爸做好，因爸爸做趣味，因爸爸讲，迄是迄个查某囡仔爱袂着阮后生，所以伊报复阮后生，结果迄个高中的，受害者是查甫，无，因为这做歹讲啊，因为是查甫啊，查某囡仔的无好看的相片，无穿衫散播出去，毋对，毋过查甫的意思是讲，我搭我隔壁即个好兄弟看尔。啊！而且我无传哦，我摕伊看尔，我无传出去。啊，毋过相片、影片拢传出去啊。然后过来，即个查甫囡仔嘛，因为伊生甲做缘投的，然后佫会晓做有才华的，所以因爸爸妈妈后来想讲，啊是阮囝送出国好啊。我讲哈，我想讲，这是解决的方法嘛。所以爸母爱学习吼。对啊，所以有当时你看像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你嘛唔知影讲到底是查某囡仔是受害者，还是查某囡仔是受害者。基本上就是人权平等的这个概念，啊，同理心。对，佮同理心啊，佮负责任。我讲负责任最重要，因为在网络的世界，已经甲以前无共款。像咱今日讨论所谓性暴力这件代志，是因为以前你来拍落，啊，无人去上啊，嘛无人录影啊，律师来讲，你也有拍，我无。问题是，你早大家人有手机啊，伊啊你录落来啊，咱录落来了，你就袂使讲你无啊吧？所以而且伊的影响其实比以前更加严重的原因，就是你录落来了，你传出去了，你毋知你创啊食。而且像早有做一个案件是讲，我会删除的好，我用掉的好啊嘛，拢无过备份啊。其实别位所在你嘛拢看会到啊嘛。所以这也爱家己会自我温书吼，咱的温书的概念嘛吼。温书的概念。这来请教律师吼，咱台湾人其实咱对咱个人的个资吼，大家拢抱甲真条啊，但是对着温书的概念，敢若无对着这个个资的概念。因为恭喜人员，当然对个资的这种概念吼，也是这几年才有啦。好啊，就是说这边说我们的这样的防务意识还不是。这更可，就是说还没有很完整，真无交转，还都无交转呐，系啊，所以讲伫这种状况来是讲，较难去讲，会当去符合讲咱即马大家有要求的这个标准啊。是。上后尾吼，还佫一2分钟吼，我先请教景白啊，再来请老师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哦。咱即马竞争单位吼，突然间即马接到真侪案件嘛吼，那么。关于着咱竞争单位的人手，啊，在准备要来做这种查查，你感觉未来这个方向要向倒一个方向？比如人手要较济，啊，搁较济这个咱斗阵来这宣传安怎？人搁较济吼，嘛袂好处理这个案件，所以讲，已经变做毋是一个特殊的单位来专门处理这特殊的物件，因为这网络的时代吼，每一个环境都应该要有这种能力去针对这个犯罪去做搜证、去做追查。实在有影，无所不至呢吼。咱只会使做的只是代志发生了后会使做，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头前要安怎预防。所以讲，阮常常伫各种的迄宣传的场合吼，拢有甲大家讲，你伫现实。现实的社会中吼，你袂去做的代志，吼，你网络面顶，你有莫去做，要安怎甲你讲拢讲袂着，手法百款，所以讲你现实上你袂去做的，你袂讲哦，种见面3天啊，这我的
影像啦，啊，你参考看卖，还是讲我这当面啊，烫衫互你看。嘿，啊，我甲你讲，啊，我住倒啊，你无可能安尼做嘛，啊，所以讲你是安怎事实上现实的社会，你袂去甲人安尼去互动，啊，伫网络上你颠倒假，吼，开讲3遍，开讲3网络点社会当作是真实的生活社会。对，所以讲，甲主持人讲到个人的资料、甲文书，其实赶快用你这个概念内底，你袂去离人甲人安尼事实的互来往了之间吼，你袂讲哦，我甲我的资料写甲足详细，互你互你参考，啊，是讲我甲我的文书吼，哦，你看我有这个，你看安怎，你袂去做这种代志，但是你想要伫网络的面顶会去做，个安尼的道理其实个足好。所以不管你是所谓的新移民，还是你本地生出来是所谓世界，无变，拢无变，就是生活当中的生活世界，你安怎生活，你就必须爱安尼遵守这个。